仔日我真感谢会当甲恁讲话，还是讲我讲的台湾话，是毋知影是好啊歹，因为我1950年从台湾来遮，美国，拢无机会通讲台湾话，搁遮搁是甲美国人结婚，所以伫厝拢是用英语，无机会通讲，所以我若讲了毋对，我真失礼。啊是讲今仔日我爱甲诸位兄弟姊妹讲，就是咱主疼痛，咱真大。想讲咱若要甲爱甲上帝讲话，是安怎来讲呢？就是自祈祷。咱若会晓祈祷的时，咱会当甲上帝，咱咧真心会当甲上帝讲话。这可能咱想看觅咧，要祈祷是真困难的。有当时啊讲哦，我安尼讲的毋知对啊毋对，啊是讲，这毋是干那咱啦，彼得、约翰，基督的那个真济的这个使徒，他因也毋知影，我感觉，所以伊才教恁大家讲个主的祈祷文，迄是真简单，简单，毋过内底有真济的真理伫遐，如果互咱会当甲上帝真亲，哎呀咯，咱想讲这团啊啦，在主的我的天父，咱会当叫阮的上帝，就咱的爸爸，这是真的事情啊。那个祈祷，恁有当时也会想讲，哦，我祈祷上帝无听，咯，的确袂使安尼想啦。吼，我有一个事情爱甲你说明，跟面看无？这所坐伫遮是我的孙，伊的名是 Kevin， 你how old are you? I'm 29. 人生最要就是甲上帝，逐日会当甲伊讲话。今仔日我真多谢林长老，我袂晓讲，伊会替我甲恁讲，这本册是啥物款的册？林长老伊甲咱翻译用日本话翻译出来，我也真感谢。所以诸位即马来听林长老甲恁讲的，真多谢。主的祝福甲恁诸位，兄弟姊妹，平安。